三個女人，同一個男人，三種活法，三種結局。一個拎錢走人，5年生3個，據賺5億分手費，每年仲有幾千萬撫養費。一個苦守8年，倒貼2840萬，最後一個人搬離愛巢。仲有一個被傳係新歡，冇拍拖，冇生仔，卻喺豪門男人開嘅公司入面做咗唯一藝人，事業風生水起。梁洛施、郭嘉蚊、林宣瑜三個人都同李澤楷扯上咗關係，卻行出咗3條完全唔同嘅路。邊個更醒目？邊個笑到最後？邊一種模式先係豪門博弈入面嘅最優解？今日我哋唔講八卦，唔講道德評判，我哋將呢3段關係當3個案例，翻開佢哋嘅成本收益賬本，一筆一筆數清楚。你會發現豪門情感背後從來冇單純嘅愛情，只有精密嘅計算。第二部分，梁洛施模式，速戰速決，集中兌現。先睇第一個，梁洛施。時間倒返去2007年，19歲嘅梁洛施遇到41歲嘅李澤楷，4年之後佢帶住3個仔離開。由相識到分手，滿打滿算唔夠4年，但就喺呢4年入面，佢完成咗絕大多數人一世都完成唔到嘅任務。2009年，佢喺加拿大生咗大仔李長治。2010年又生咗一對雙胞胎男仔，3年抱3，效率驚人。呢個唔係拍拖，呢個係集中交付。梁洛施嘅策略用一個詞總結就係速戰速決。佢知道等唔到嗰張結婚證，李澤楷嘅不婚主義由一開始就擺明咗。與其喺期待失望嘅循環入面消耗自己，不如集中火力完成任務，然後拎錢走人。佢嘅成本賬本並唔輕鬆。第一，機會成本。識李澤楷嗰陣，佢剛憑伊莎貝拉攞到金像獎提名，事業正處上升期。佢揀咗放棄演藝事業，成4年冇拍戲。第二，情感同聲譽成本。未婚生仔，俾港媒貼咗10幾年豪門棄婦嘅標籤。第三，長期風險成本。身份唔定，未來唔確定，全部都係佢必須承受嘅。但佢嘅收益簿翻開，數字驚人。直接經濟收益，據說分手費5億起跳。雖然佢親自否認過，但港媒一直將呢個數字當基準線。更有實質嘅係，李澤楷承擔咗3個仔嘅撫養費，每年支付6000萬港幣。據傳李嘉誠每年仲額外俾孫子幾千萬。間接收益同樣豐厚，佢重新獲得咗個人生活同事業自主權。2018年成立個人工作室，拍戲、接代言、行紅地毯。3個仔嘅豪門血脈身份，更加係佢終身嘅聯結。梁洛施呢條路，核心在於確定性。佢目標明確，兌現果斷，唔糾結，唔內耗。呢種模式可複製性極低，但成功嘅關鍵就一條：知道自己要咩，然後唔俾對方留任何猶豫嘅空間。第三部分，郭嘉蚊模式，長線投資，邊際遞減。再睇第二個，郭嘉蚊。如果話梁洛施係快進快出，咁郭嘉蚊行嘅完全係另一條路，溫水煮青蛙。2016年情人節，佢被影到同李澤楷同遊日本，戀情曝光。2024年關係轉淡，到2026年賣房離場，滿打滿算8年。8年，一個人最好嘅青春全部搭咗入去。郭嘉蚊嘅策略可以叫陪伴價值長期投資。佢喺戀愛期間逐漸淡出娛樂圈，深居簡出，學煮嘢，學珠寶，社交平台嘅配蚊永遠係簡單都好幸福嗰一套。佢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完美嘅避風港，等住李澤楷有日想靠岸。但問題在於陪伴價值係會邊際遞減嘅。第1年嘅新鮮感同第7年嘅習慣感能一樣？佢嘅溫柔聽話剛開始係稀缺資源，但8000幾個日夜重複同一種付出，價值早就被攤薄咗。成本賬本上，郭嘉蚊最大嘅投入係時間。8年嘅黃金青春係佢喺婚戀市場上最值錢嘅籌碼。沉沒成本更加沉重，
為維繫關係放棄自我發展，同令人喺職場積累經驗，喺其他關係入面建立平衡，佢揀咗單點交付。收益賬面卻係一筆蝕本生意。戀愛期間，佢確實收到咗物質饋贈，最出名嘅就係嗰套九龍塘逸龍5座嘅頂層豪宅，實用面積2175平方尺，1855平方尺天台加私家泳池。2017年買入價約1.068億港幣，但請注意，呢套唔係存款贈與，首付由李澤楷公司高管出面，剩餘款項由郭嘉蚊個人承擔25年房貸，每月還款20幾萬。到咗2026年，佢以7840萬賣出，賬面淨蝕2840萬，加上每月自己掏嘅月供，實際虧損仲唔止呢個數。郭嘉蚊嘅困境在於，佢將賭注壓喺時間可以改變一個人嘅假設上。8年過去，李澤楷嘅不婚主義從來冇動搖過。佢唔係單身，佢只係唔想結婚。佢嘅8年唔係革命，係喺度等一扇唔會開嘅門。賣房搬嚟嗰一刻，佢清空嘅唔單止係浴室牆上嘅金屬置物架同港姐獎杯，更加係8年嘅情感期待同時間成本。第4部分，林宣儒新歡標籤背後嘅第3種路徑。最後睇第3個，林宣儒。首先要講明，林宣儒係唔係李澤楷嘅現任女友，到而家都冇實錘。港媒叫佢做新歡，但佢本人多次否認戀愛關係。嚴格嚟講，佢更加似被傳係新歡。但唔理標籤係咩，佢同李澤楷嘅關係同前兩者完全唔同。林宣儒嚟自馬來西亞，2021年由楊紫瓊介紹同李澤楷識，正是郭嘉蚊同李澤楷關係轉淡嘅時候，佢嘅出現被媒體解讀為新歡上位。但佢冇戀愛腦上頭，冇懷孕生仔，冇急住搬入豪宅。佢做嘅唯一一件事就係將自己簽入李澤楷嘅經紀公司。據港媒報道，李澤楷為佢單獨開咗一間公司。旗下藝人據說得林宣儒一個，被業界調侃請咗好多人，只服務佢一個。佢唔講感情，唔講婚姻，只講工作，拍廣告、接代言、行紅地毯，事業一步步做起嚟。林宣儒嘅路徑可以叫事業合夥、價值構建。佢唔要名分，唔要仔女，唔要屋，佢只要一樣嘢：事業資源。成本賬本上，佢嘅情感成本最低，佢唔需要處理複雜嘅家庭關係，唔需要面對非婚生仔嘅輿論攻擊，亦唔需要承擔生育帶嚟嘅身體代價。但風險成本在於事業資源依賴對方供給，一旦關係斷裂，資源鏈可能中斷。隱性成本則係需要持續產出業績嚟證明自己嘅價值，但收益賬本展示嘅係可持續嘅個人增值。佢獲得咗頂級嘅事業資本，李澤楷旗下娛樂資源、人脈扶持、專業包裝團隊。更重要嘅係，佢保留咗完整嘅個人身份同社交形象。佢唔被定義為李澤楷女友，佢就係林宣儒。若事業成功，佢將獲得自我增值嘅，可以隨身攜帶嘅軟實力資產。呢條路嘅核心在於可攜帶資產。梁洛施嘅錢可能使完，但3個仔係佢最大嘅靠山。郭嘉蚊嘅屋賣咗就冇咗，但林宣儒嘅事業成就、行業地位、個人品牌，全部都係可以終身帶走嘅硬通貨。哪怕有日佢同李澤楷冇咗聯繫，佢嘅事業仲喺度，佢嘅能力冇丟。第5部分，3種模式嘅深層邏輯。3個人，3種策略，3種計算方式。梁洛施嘅策略係生育價值集中兌現，佢將賭注壓喺基因上，用血脈關係換取經濟自由。呢個模式高效，但代價係放棄婚姻名分同事業連貫性。佢嘅成功在於目標明確、執行果斷，但佢具備嘅條件：後生、基因好、願意生育、能接受非傳統家庭結構，並唔適用於大多數人。郭嘉蚊嘅策略係陪伴價值長期持有，佢將賭注壓喺時間上，指望用8年青春換來名分。但陪伴係最容易被替代嘅資源，
李澤楷身邊永遠唔缺聽話、溫柔、識煮嘢嘅人。佢嘅成本最高，收益最低，蝕嘅唔係2840萬，係8年嘅時間窗口。林宣儒嘅策略係事業合夥價值構建，佢將賭注壓喺能力上，用不可替代嘅專業價值換取可持續嘅資本。佢唔在乎名分，唔討論婚姻，佢只關心一件事：呢段關係可以俾我帶嚟咩可攜帶嘅資產？呢3種模式對應3種對醒目嘅唔同定義。梁洛施嘅精明在於目標明確，唔拖泥帶水。佢知道自己喺做咩交易，亦知道呢筆交易幾時該結束。郭家蚊嘅局限在於沉沒成本困境，佢投入太多，唔捨得走，結果越陷越深。林宣儒嘅前瞻性在於資產可攜帶，佢唔依賴任何人嘅良心，只依賴自己身上嘅能力。對比佢哋所處嘅策略環境，差異同樣顯著。梁洛施做選擇時得19歲，事業剛剛起步，面對嘅係41歲，迫切需要繼承人嘅李澤楷。郭家蚊出場時24歲，作為港姐季軍，有一定社會關注度，面對嘅係一段關係空白期之後嘅李澤楷。林宣儒被簽入時，李澤楷嘅商業版圖已擴展到娛樂業，佢需要嘅可能唔係女友，而係能喺事業上產生協同效應嘅合夥人。剝開表面嘅情感外衣，底層邏輯係特定資源同對方所能提供嘅資源之間嘅交換。青春、生育能力、陪伴、情感、個人潛力，對應金錢、地位、資源、庇護、豪門情感背後係精密嘅理性計算。第6部分，普通人可以從中學到咩？豪門博弈離普通人好遠，但背後嘅邏輯離每個人都好近。喺任何一段關係入面，你都喺度拿自己擁有嘅資源換取對方能提供嘅嘢。有人拿出美貌，有人拿出情緒價值，有人拿出生育能力，有人拿出專業能力。冇對錯，只睇你用咩交換，換到咗咩，以及呢啲嘢喺你手上能唔能保值。郭家蚊話俾我哋知，唔好將時間壓喺一個承諾唔到你嘅人身上。你嘅陪伴喺對方眼裏可能只係習慣，唔係價值。梁洛施話俾我哋知，如果你清楚自己拎唔到咩係確定嘅，咁就集中火力換取嗰個確定嘅嘢。唔好貪心，唔好幻想拎得到手嘅先係真嘅。林宣儒話俾我哋知，關係可以終止，但長喺身上嘅能力唔會。將依附變成合作，將資源轉化為資產，係最高段位嘅玩法。梁洛施得到咗經濟自由同血脈聯繫，失去咗事業嘅連貫發展同婚姻名分。郭家蚊得到咗一段憂鬱嘅生活經歷同社交體驗，失去咗時間主動權同預期承諾。林宣儒得到咗事業嘅跳板同個人成長空間，失去咗傳統關係入面嘅安全感同確定性歸屬。3種路徑，3種終極得失，冇標準答案，只有認清自己嘅賬本。如果必須揀一種，你會揀梁洛施、郭家蚊定係林宣儒嘅路？唔係因為佢哋遇到咗邊個，而係因為佢哋各自賭上咗咩，留低咗咩？先想清楚自己手上有咩牌，再決定同邊個玩呢場遊戲。至於林宣儒到底係唔係李澤楷嘅現任女友，也許答案根本唔重要，重要嘅係佢正在用一種全新嘅方式書寫屬於自己嘅劇本。歡迎喺留言區講出你嘅選擇同理由。